即阵仔伫台北嘅表演艺术中心有演出一场音乐剧，或者台湾有一个好莱坞，结合西洋和亚洲嘅音乐风格，讲台语电影请赢的时阵，还有一个台语电影编剧追求梦想的故事。音乐剧有唱侪侪台语歌，咱即马同齐来听，同齐来看。有限的资源，写无限的想象，是我上高的霸气。本土的台语音乐剧《台湾有一个好莱坞》，讲的是60年代迄阵一个台语电影编剧对抗华语政策，加想要做演员的查某囡仔做伙追求梦想的故事。演员阵容坚强，对唱歌、演8点档到音乐剧的苗可丽表示，音乐剧的板料必须爱对家准准，甲一般演戏完全无同。当初拄开始来遮演的时阵，我想讲，同款啊，我就开始加一寡词。你有当时啊，你咧演戏，你有情绪啊，你可能会慢一个半拍，也毋过音乐已经过，个敢若火车已经过，你袂赴上车迄种感觉。音乐总监王希文表示，古早的台语歌常常互人悲情的感觉，所以针对这出音乐剧，伊重新编曲，将真侪无共风格的音乐放入去戏剧内底，观众会当听到西方 rock and roll waltz， 也通听到日本演歌。饶舌啊，或者是台语摇滚，我觉得大家都尝试去，甚至现在还有台语 R&B， 大家都努力让台语这个语言可以走得更远，而不会只是悲情或老歌的旋律，然后它的声韵可以在不同的曲风下找到什么样新的可能。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创作上努力想要传递给大家的。台语音乐剧《台湾有一个好莱坞》现主时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，一直演到12月18，风戏甲工作室招大家同齐来看戏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